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放音腔真养生课上的西蒙老师，我哋向下来分享，血托按摩养生的36式我哋今家来做25到30式连续的动作，首先我哋本来做嗰個UP的動作，都睇到卡前一種燈的燈的高度差不多40公分，呢樣嘅數呢就不用要抬腿擋後，上身要正直肩膀身體放鬆，然後我們保持抬腿小腿嘅90度，唔會影響嘅血液循環，呢做25是舒服舒服度得一個我們中線靠這邊這個骨頭隆起這個下方骨頭高的地方的下方這舒就是愉快的愉豎心旁拿掉舒服政府的府可能就用咒術旋轉按摩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嚟彎數唔同樣，一個骨頭向突出的所在下方左下方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舒服呢，也可以學到係腎經第27的血頭加上我哋視察或者工作該缺的時間呢，都可以按摩一個地方都可以恢復那個精神可以繼續做事情好，你在第26抓捏極拳極拳在提一個右手片左手右片那個極拳就腋下淋巴用拇指食指去捏腋下淋巴這個極拳穴呢是我們心經的第一個穴道然後我們常常捏這裡可以保護心臟同時也可以幫忙這個淋巴的排毒所以我們可以經常按摩這個地方那假如你不常按摩的話，這時間久了這個會有淋巴結在這裡，然後時間久了，年紀大了會有蝴蝶袖好，我們換手，左手舉起來，然後右手的拇指跟其他四指抓捏這個極拳時間長時間不抓，這裡的淋巴結會很大一塊那你常常去捏它的話，就可以幫助我們腋下淋巴排毒好也可以本做36式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過來就27式心窩心窩底下嘅兩個乳頭嘅中間有個凹下的地方先用做術3個指頭有個按摩旋轉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個彎數咁樣用右手嘅3個指頭到一個心窩一個地方1、2、3、4、5、6、7、8、9、10、
11、12、13、14、15、16、17、18、19、20哈。安尼按罗生活哈，对的好处哈，可以把心结打开哈，那个不愉快啦、悲伤的事情哈，都可以不用记得哈。好，我们再来做这个曲池哈，按罗曲池，曲池的大肠经哈，一个穴道啊，一个手菜底哈，都得我的手背哈，稍稍弯曲，然后在这个弯曲的地方。我们可以做这个按摩动作哈，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啊，来弯数啊，同样那个大肠经有个曲池哈，这样哈，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啊。曲池沟还有俺的热安多内关哈，内关穴，心包经的一个穴道哈，它的穴位在这里哈，大概3指啊，从这个纹路过了3指，那10指的地方啊，都会俺的内关穴啊，那可以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啊。假使也个内关也偏在内关穴，你感觉够狠的时间，你都可以啊，个力量哈可以加太哈，啊个个次数可以啊够多的哈，啊来弯数啊，同样哈，那个3个指头啊，可以10指的手菜都很内关穴啊，把它用拇指啊，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啊，也都俺的内关穴啊，内关穴是俺的心脏哈，保护心脏，可以从也会给伊的血糖啊，也个养生湿态哈。血糖里面内关哈都保护心脏的，啊，俺个可能叫合谷哈，合谷穴，合谷穴呢，俺哋都先做数哈，请个合谷穴哈，那个拇指的横纹哈，对虎口这里哈，然后这样按下去，啊，按下去，然后我们旋转，啊。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啊，那个按摩头哈，加上个牙齿痛，按摩那个止痛药的，你都可以按摩个合谷穴哈，伊个会让人的大脑会分泌个 endorphin 哈，就脑啡哈。然后会有止痛的效果啊。好，那我们再换过来哈，这边一样哈，这个指头按这里啊，然后旋转啊，按摩合谷穴啊，这样2、3、4、5、6、7、8、9、10、11、12、13啊、14、15、16、17、18、19、20啊，那我们这个连续动作25到34啊，这个是肾经啊，然后呢心经啊，这也是任脉啊，打开心结，很多事情不要记在心里面啊。其实养生第一个最重要是心态啊，心态要包容、宽和，有爱啊，有爱我们才活得很愉快啊。然后曲池是大肠经啊，大肠经比如血压高的可以预防，然后便秘这些我们都可以预防啊。
然后内关啊，内关是心经的心包经的一个很重要穴道啊，是我们养生一个很好的穴道。然后合谷啊，合谷我们就是晚上哈牙齿痛啊，可以按摩合谷，可以缓解疼痛。好，那我们做完这个6式以后，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习惯，收功啊，收功就是量数哈，放在肚脐头前啊，做个腹式呼吸哈，吸气啊，1、2、3、4、5、6啊。多謝到觀眾朋友做嘅改學啊，休息一下。